发行第一张个人单曲的张芸京与即将开小型演唱会的黄文兴，分别带着爸爸来 PK 厨艺喽。菜名叫什么？五柳跟惠鱼。五柳跟惠鱼。没有，我没先蕊好，其实是如鱼得水，好不好？这香菜。白滚欧啊！没有吃过这一道啊，这样就可以。怎么妈妈这道菜文心没有吃过？啊，我都没。我来新化点。他新发在比赛呢。比赛我记得我都嘛是较早去啊。对哦，自信哦。你要是弄漂白呢哦。拄着遐摆食我去啦。不会漂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大明星来下厨，你好。好，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的7点钟跟凌晨1点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这伴随大家每天好味道的节目。首先欢迎一下我们2位呢，重视美味胜过一切的主厨。首先欢迎纵贯线国家级料理达人阿基师。2位主持人詹姆士，观众朋友大家好。接着欢迎我们在创意料理界守望相助，可以说特别有功劳的这一位，欢迎创意料理达人詹姆士。主持人阿基师，各位大家好。好了，现在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2组人，这是今天亲子档的组合，各位都是相当喜爱的。让我们欢迎张芸京、黄文兴，欢迎2位。妈妈。Hello， 欢迎。你好。妈妈好。请。哎呦，妈妈好。妈妈好。哎，小心走哈。妈妈来这边来，妈妈来这边来。哎，好。哎，哦，嘿，你好。你好。从屏东县来一趟不容易啦。对。那是不是坐高铁来的？对，坐高铁。高铁很方便哦。是屏东的乡亲哎，屏东的乡亲。我们屏东县乡亲。哎呀。哎，住屏东县什么地方？乌龙。乌龙。上次我们的节目有出乌龙派出所在台湾的什么地方？哦，对。乌龙派出所不是卡通哦，是真的有乌龙派出所。你问他有没有？有乌龙派出所嘞。有乌龙派出所。所长是他朋友。是我亲戚弟弟。哎，真的。我可以那个。哦，就老公分球的你哦。你要赶快搞。啊，我你是要安装一万呢？哎，听说你这是要宣传你的演唱会？哦，对，演唱会来了。我即将在那个5月28号，那礼拜四晚间的8点30分，那将在那个西门町的河岸留言来举办我们的那个个人的名叫心情演唱会。心情 mini concert， 对，有嘉宾呢，雅婷跟隔壁那个有没有找他？他没时间啊，拖延啊，来这别的呀，干嘛这样？没有啦，因为他5月份也要出，他也出新专辑了，出专辑了。对，哦，来专辑，哎呦，专辑出来了。送子成哥，这是我的就是新，因为专辑还没出来，那是一批，对，哇，好可爱哦，谢谢。它上面写的黑裙子，还有上面有写，我真的以为是扇贝。很像。对呀，好可黑裙子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专辑？介绍一下来。黑裙子这是一首单曲，那我的专辑叫做《破天荒》。破天荒，什么样的专辑？这有参与制作吗？自己写词。哎呦，对，就是有一些创作的部分。那不唱一下怎么可以的？那我就来唱一下黑裙子。黑裙子。只为他穿过一次的黑裙子。哎呀，好听哎。深深锁在记忆的墙。写好的遗言，也要用力唱。击败我们为了爱的疯狂。好难唱的一首歌哦。好厉害哦！不好唱，不好听，而且不好唱。不好唱，不好唱，真的不好唱。不错。哎，那你演唱会是不是也要让他唱一下？可以啦，算。亿万克拉的幸福，亿万克拉的幸福，可以啦，亿万克拉的来，那我就来唱这首《亿万克拉的幸福》。预备。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快变成地球首富，因为你的爱是我保证的收入。一步一步，有用不完的财富，因为你有我1万克拉的幸福。哦呀！好开心哦！哎，你真正就无低调。
今天两位妈妈要来做菜，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张妈妈的声音。嘿，张芸京她这红了以后，有没有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其实还好，就是明明就很爽，很开心。哎呀，我签名照拿去了，对，就是以前很久10几年没有联络的朋友啊，都是在电视上看到，都出现了，对，要签名照，哦，照片洗掉很多钱，尽量赶快赚啊！张芸京在赚的，担心什么？然后赚回来给你。来，马上进行呢我们的大明星私房菜，两位妈妈就位啦。谢谢。这一条看起来像是吴郭鱼，吴郭鱼对，吴郭鱼，嘿，哎呦，吴郭鱼接下来的私房菜菜名叫什么？听说对他还有祝福之意在里面的。对啊，菜名叫什么？五柳跟烩鱼。五柳跟烩鱼。没有，我们没先蕊好，其实是如鱼得水，好不好？五柳跟烩鱼对我好像没什么帮助。拍水，让我看你干嘛嘞？我试图想想出来，这跟你张芸什么关系？五柳跟烩鱼，事实上是如鱼得水。没有跟妈妈先套好。希望张芸京在这歌坛上可以如鱼得水。对，新专辑要发了。我已经在家里用好了。这是你家里带来的？对啊。我帮他自己全部准备好了。这些都是啊，因为我怕。难怪你容器我们平常没看过。这个容器还有一个这个。你平常有看过这种容器吗？我帮他自己全部准备好了。这些都是啊，因为我怕。难怪你容器我们平常没看过。这个容器还有一个这个。你平常有看过这种容器吗？哎，这样过年扣啦，过年放瓜子的那种啊。哦，可爱这个容器。对啊。那切好了。我就是准备，这是制作单准备，但是我都切好了，这是杏鲍菇哈，然后还有绿竹笋、笋子，这个洋葱，等一下我要用哈，还有胡萝卜，然后那个黑木耳，还有香菇。妈妈说在家里处理好是处理过什么？有腌是不是？我大概弄了米酒泡过、抓过，用盐巴吗？盐巴，因为避免太咸了。避免太咸。对。第一个动作，这个洋葱要切丝哈。妈妈，那个芸京平常最爱吃你做的什么菜啊？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他说只要我做的，他都爱吃，都爱吃哦。张芸京场面话全部吃光光。对吧？你平常为了顾你的嗓子，像你刚刚唱歌，早上一来这我们今天第一个通告，声音还这么清亮，这么干净，有没有？那个转音呢？你看保养需要保养吗？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保持就喝温水啊，就是不要喝冰冷的东西。要不然你声音好透，好漂亮哦。对啊，好细腻啊。这油温还可以吧？可以的。你要下去了，对不对？是鱼要下去。鱼要下去，对。还有含扣。反应很快，妈妈很冷静的。一开始还说紧张，根本就没有紧张了。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今天来看4位偶像啊。我会慢慢的让他真面目出来，你相信我。你要下锅了，不要站旁边一点。我不怕。不怕。我陪你。他不怕，等下他会笑。你看到没有？不怕。可以走了，就这样。好，一方一照，我们看另外一边，黄文兴跟他的妈妈对面走。这香菜。这菜名是什么？排骨蚵仔汤。排骨蚵仔汤。排骨芋头汤。没有吃过这一道。这样就可以。怎么妈妈这道菜文心没有吃过？我都我来新化饼。做过他新发在比赛呢。比赛我见到我都嘛是甲做入去啊。有自信哦。你还是用漂白呢哦。拄着漂白一个我进来。拄会漂白一个啊？拄着啊。拄着啊。无啦。拄着啊。拄着漂白我进来。拄着。这个可以了，这个。这样撤掉就是。看叫黄文兴拿。来，这给旁边的人。给旁边的人。小心哦。那油不要用了。油不要用了哟。有，你要这个是不是？好来，炒菜锅。文兴，你卡起码看溜溜嘞，我啦，高马者爱速度要放慢一下。起码得爱画这汤汁的。里面这是什么啊？这个排骨。排骨已经在熬了。他今天的菜呀，也跟那张芸京那边一样。刚才不是有如鱼得水吗？对呀。这边叫做你看那 T 恤。
他今天这个排骨芋头汤啊，前面加了一个字，副标题叫做“给你好心情”。给你好心情。还不错。阿没乱嘞啦。第7能2道，给你好心情是另外一道。对呀。哎呦，难得来一次。难得。很怕没有。既然你10天都已经板豆后啊，做5、6道来好了，好不好？难得来一次啊！这我嘛没做过呢。你也还没做过，都是第一次哦。你哪免惊？敢吃蒜？大蒜。怕。哎呦，这样子爆香。泡好稀巴烂你丢。来爆香一下。爆香哦。来啊，开落去。妈妈其实很乐观。她现在爆香辣椒。你现在这个菜是你给你好心情这一道菜嘛？是吧？这好心情，这就是讲乌龙面线，安尼名产呐。安尼甲广告一下，互人知影讲哦，咱这乌龙拢正菜。乌龙那个地方真的产芹菜。大家拢正菜。他是说他产很多的蔬菜，但是以芹菜这个地方呢，他感觉比较有梗，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它名字有没有新蔓有芹菜就心情。新蛮的罐头，对，好有心哦。芹菜。菜肴文学还是掌控的相当好。对啊，这个。你讲我讲台语，你讲国语啊。哦，讲台语，讲妈妈在搞。哎，下面好讲啊，下面位啊，一整手。哦，我讲的就认真的吼。对啊，还认真。我台湾国语。好啦，会使啦。那盐的吧？羊。这都看到丢嘞。加泡落去。盐甲糖拢要挖。李氏结家啦。你怎么放心些呢？我知，我会样。呀。要搞。好，安尼好。差点。我已经盖清淡啦。好来。老多啊。再插落去。安尼就对吧？我等一下进来好不好？好，嗨。对面来张云金哦，来一下。哎，张妈妈，我可能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你有备而来啊。对面红星的妈妈是全部带来一些没有做过的在跟你比。真的，我这个也没做过啊。你也没做过这个？这个吴郭鱼，你不是说你常做吗？很久没做了。很久没做。那我刚刚呢没有，我妈她是为了要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她特地想了一个有意义的菜来煮，然后可是很久没有做这道菜了。笋丝啊？对，绿竹笋丝。你会做？其实我还 OK 哎，真的。对啊。邵云听来过不是吗？来过不是吗？来，你来过节目没有？没有，第一次来。对啊。他第一次来。麻酱可以吗？可以。够了，蛮好的。你说里面有辣椒跟大蒜的。对。哇，不错。加我的杏鲍菇。这是你的杏鲍菇是吧？妈妈是他的，他带来的杏鲍菇。要加一点点那个黑胡椒哟。黑胡椒。妈妈，云晶算是一个会撒娇的女儿吗？其实她很讲话很俏皮啊，就是有时候她有一段时间没回来，她就会打电话，阿布你有想我不？哦，这就是撒娇了。阿布你有想我？我说肉麻。有哦，你忘记了吗？这个你忘记了吗？张元清也是为善不欲人知哦。对啊。要加水对不对？不用。我要加一点点糖。加一点糖。我妈不让我帮她，她怕我搞砸这道菜。对。你要帮它切就好了，帮它备料就好了。现在我干嘛？里面有洋葱丝、香菇丝、笋丝，一点点就好。洋菇丝还有那个杏鲍菇丝，对，红萝卜还没加嘞，都是加那个2瓢蚝油，2瓢蚝油，然后我要水，这够吗？这蚝油酱够吗？这样不够对不对？好了，喝。好，水在你下面。哦，这感觉已经好香了，是啊，已经可以吃了。红萝卜不是很耐炒吗？应该为什么那么晚放？因为忘了放。没有，这个时候放刚刚好。哦，是奶奶的做法，阿嬷的做法。奶奶的做法。等一下，我要加一点点那个米酒。
好，水来给我。水好多少？多少？加。对，露出来。是不会给他开。倒水。那不够，这么多，不够这么多。因为等一下要勾一点芡。啊，够了吗？好。看起来喜气又澎湃。对啊，其实这5、6根是不是其实里面的料，只要是切成细丝状就可以做？对，当然今天张妈妈今天的刀工很细了，一般没切的那么细，会粗条一点。可以盖一下。好，大概要焖多久？大概3分钟。3分钟。那我们待会回来喽。好，时间剩下2分钟，差不多了。对面，请。好了 ，OK 了。盐味青都是放掉。听说妈妈也是有一副好歌喉的。妈妈，听说你拿手歌曲是什么？你的拿手歌？我忘记了。乌兰安内亚乌。这个米酒吗？对。新出的新金嘛。有啦。妈妈车你唔通听。冇啦。我什么歌都冇啦。新出的啦。这个什么？这鸡粉。鸡粉。味精就是用这个吗？可以啊，也可以啊，代替味精。你盐你说阿未来盐底加。妈妈要先试一下味，你先试一下咸酱好不？我还没试咸啊，我这先啦。先试一下咸酱。你好。是啊好。大家加来啊！到家来。到家来。欧良到台北啊，唔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台北。爱拼个赢。哎啦，无拼就出名啊！我看买啊！来，妈妈，这间汤匙，试一下咸酱啊！妈妈其实也算是一个，我很开朗，很开朗，快出来，阿莎莉的人呐，而且是一个很容易滔滔不绝的人。他没晒，赞，礼拜。对啊，好吃，我改我煮咖喱安呢。黄文兴妈妈的给你好心情与排骨芋头汤，究竟能不能胜过张云京妈妈家传的如鱼得水，赢得2位主厨的喜爱嘞？赞，礼拜。对啊，好吃，我改我煮咖喱安呢。哇塞，搁个咱做，搁看卖啊嘞！来，我唔知我今天这样一定是要主持秀场节，我想一顿话。你有在主持广播电台哦？好啦，我往这先换去，这家叫我看分手输去啊。多谢新欢喜。没啦，你无烂个嘛是袂食的。哦，你话愈好食啊，你。对啊。啊，第三个，我想你说咁拍较悬。如果一杯欧龙冰冻来。哎，无你讲迄个，你讲迄个时间都无够咧。我坐2工嘞。知啦。这人干。你坐车是海去哦。我那分手办一次哇。好重要，这个不要紧。妈妈。他的意思是说，大家分数给他高一点，他回去的时候，他一路上会比较开心。你在前提。来，我看对比起来哦。好。来倒数10秒，来对面找我推请。今天两边的妈妈都带来他们许久未接触的好味啊。对吗？好。3代女人完成这道菜多感人，时间到。哇哦！我们这样好不好？先喝汤再吃菜，好不好？好，好吧，好，一人拿1碗。来，请用。好。谢谢。哦，补啊，这个汤。好香哦。加枸杞。还有当归。很高哦。哦，好喝哎。真高呢。赞哦。赞呢。我的赞。咸酱还够袂歹呢，还够高。煮掉了搞一个呢。他真的很会互动。互动达人。他给你好心情，要不要顺便吃一下？好。好不好？来，用筷子夹。还不错啊。啊，美败耶。还不错啊。你这样煮很好吃。第一盖呢。第一盖啊。好讲。这2行拢第一盖煮啊。第
你讲凊彩煮一下。不是啦，给一个煮。地主公的盖厉害了，对。来，拿起各位的盘子，好不好？吃一下我这边如鱼得水，好，谢谢。祖传的好味道哦。好吃哦，赞。而且它鱼甜甜的，它菜的甜味都煨进去了，很甜。蛮平哦，两边都还蛮好吃的。来，第一阶段私房菜，张元京跟黄文兴的母亲的大战，到底他们的家常菜哪一个比较好？1、2、3，举牌。一人票，果然一人一票。詹姆斯投给谁？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那妈妈知道把它切成丝，所以它味道释放出来会在很短的时间释放出来。那整个味道的成色上面来说，比文心妈妈这边，我觉得层次稍微再重一点，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才选了1。阿基斯为什么投给妈妈？我投给妈妈，我是肯定她熬那锅汤，熬得很地道。尤其她下了几片的当归，还有下的那些料哈。加了蛤蜊进来以后，其实汤水在嘴巴是化掉的，可是那个浓味在口腔里头久久挥之不去。那这个很吸引人。那我没有给张妈妈这边哈，我给个意见，以后猫溜鸡哈，你不要去考虑什么盐巴调味，它完全是用酱油跟乌醋。尤其用酱油调味的时候更容易入味。那当然，今天张妈妈这边难能可贵。一个心意从老家呢，把奶奶的这个作品带到我们现场。说实在，我们专业的刀工还未必能切得这么好。谢谢。那这个是也能够做到加分的地方。可是两全相衡，一定会取其轻了。那我这边当然就把分数给黄妈妈这边了。谢谢。不过你也做得相当好。谢谢。1人1票，赞成平手给。恭喜评上。好。意大利进口的炒菜锅非常好用啊，就辣炒锅，很漂亮的平底炒锅，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呢带来好运的端午粽子啊，对，今天银锅子也有粽子，好不好？可以吗？有，我妈应该很开心吧？赢了吗？手就他可以拿回去啊。没有，还有下一个，还有指定菜，不行不啊，不行不啊，我还有指定菜，好不好？用指定菜来决定胜负，准备揭晓。再不是香菇翅肉羹，呐？没有没有。香菇翅肉羹，您会做吗？很好吃哦，来就味喽。来，今后你今马比赛可能能为介绍一下，这个也特别多位，好不好？好，比赛。香菇赤肉羹，咱传统的做法是赤肉爱裹鱼浆啦。好，咱伫外口食赤肉羹，你来看有一张鱼啊肉浆裹伫外表，唔才会 QQ。啊，咱今仔现场无鱼浆，大家拢同款。但是恁注意看，有一碗番薯粉真大碗。嘿。啊，所以讲咱今仔日的肉羹都是爱去裹番薯粉。啊，两位你头壳底个想讲，咱捌食过肉丸嘛？肉丸一定皮是唔是 QQ？按怎想办法做这个番薯粉甲裹起嚟就好啊？啊，你另外你即摆再搁煮一条羹隔来头，啊，煮羹你这都内行的啊。吼，啊，咱今日料拢同款，啊，内底调味料内底有一寡有含籽哦，唔通调落去。哦，啊，特别注意就好啊。所以你们各问一个问题，来，你先问。那个香菇翅肉羹有加那个扁鱼吗？可以。啊，就咱本地口味拢是安尼，冰鱼酥嘛，可加对。啊，有些问题，但是爱处理有好势哦。你无好势，这个冰鱼落羹的时阵是足臭臭哦。臭臭。来，黄妈妈。我哟，我想讲这肉哦，唔得，这用这番薯粉就先来灼。实在你安怎灼拢不要紧。实在我。嘿，那你欢喜就头一届拢甲洗落去。我拢唔捌煮过，我有哪烦恼呢？啊，大家拢同款啊，我相信张妈妈嘛唔捌煮过。系啊。我要煮要安怎用啦？这个头啦。一开始哦，系啊，一开始一定爱开火哦，加点油，开就好哦。来，准备各就各位，10分钟开始。好，妈妈先开始开火，这是较近这里。开会哈。听说妈妈也为那个黄文兴这次演唱会啊，妈妈。啊。黄文兴这次演唱会，听说你有准备一个绕口令是吧？观众朋友啊，一张550块，敢买，去甲恁看一下哈。我妈妈先直接甲恁谢啦，感恩哦。感恩哦。有一个口令的啦哈。口令好，预备，来。黄文兴啦，黄文兴，唱起歌来真好听，大家对你有信心，嘿，唱歌。
变成大面积大面积。我妈妈好用心哦，安尼修为。我这样讲一下，等一下张云京他妈妈不来一个数来宝怎么？我要大，你去火大，看你好安尼啦，你真正要害我啊，我爹，我不敢啦，这样子。你干嘛小蛋姐还是讲会使？那个晚归一点，我在点座位。哦，应该叫的哈。来，那我们看张云京妈妈怎么做，这边请。妈妈，哎呦，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你不能再沉默了。是哈。你觉得怎么样？唱妈妈，你没对我讲。我唱那个给啊，好不好？好啦，是啊，来一杯七五副歌好不好？好。阮将青春加伫恁兜，少年。我如果唱歌，我就不会切了。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水啦，较肥嘞。阮这一生献予恁兜，这做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哪到？你着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好了，哎，在这个歌一唱完之后剩7分钟。哦，陈真哥，你要害我。两位妈妈能不能在剩余的短短7分钟内完成困难度颇高的香菇吃肉羹嘞？王文兴被妈妈嫌弃动作不够利落，而张云京则大显翻锅身手。多谢太不好。李杰，李姐。在这个歌一唱完之后剩7分钟。哦，陈真哥，你要害我！他切个笋丝就切了3分钟，现在完全不知道。现在那个我可以帮你炒，没关系。你先那个香菇嘞，哎，我的香菇嘞，香菇。你不是只会泡面吗？先一点点油香菇爆香一下。OK，好。哎呦，有在后面，那，帮你。妈妈有做过类似像这样的菜吗？油要很多吗？很少煮，很少做这一种。少，对。这样够吗？太多了吧？太多了。妈妈觉得这个水是要做什么用？还没热，油还没热，炒就是了。煮这个，炒热就好了。看一下这个啊，所以你的赤肉是要用水煮？对啊。那个肉你只抓了地瓜粉，还有没有加别的？刚刚加了那个一点蛋白，一点蛋清。我是先用这个酱油、米酒腌制一下，对。稍抓一下腌一下，对，然后加一点蛋清跟地瓜粉是吧？对，加一点太白。哦，这边两边在抓这个方面就不一样，因为只有地瓜粉。对。那事实上谁对？我现在要煮这个样。哦，真的吗？谢谢。一块一块放进去。对，不然会粘住的。啊，火还要大。做知道谢谢。而且张云京还不错哎，张云京。那炒香是要把它捞起来是吧，妈妈？哎，不用那个笋丝加下去。好，跟着炒了。笋丝，因为香菇有点变色。你要来，你自己来。好，我自己来。所以阿基是现在两边的肉条一边用炸的，一边用水煮的，到底是要用哪一个才对？用水煮。是用水煮，你又对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那个我要到对面去了哈。好，谢谢。你不会你来对面看，黄文兴，再煮好。你够好。阿不会了。妈妈是大把的在加盐。那个盐巴还没有融化，你就要先打解，修打解。这什么？糖。你确定啊？你是爱糖醋。黑醋加白醋，你要多几款？我要黑醋。黑醋，真的哈。啊，这个 OM 的黑醋。阿基西的配方加好利。阿基西啊。这个什么？酱油、导油。好，咱们就说啊。嘿，啊，这素蚝油啦。快点爱，蚝油嘛，咱们就说啊。真的假呀？收这是无啊？伊讲一项，你有看一项。哎呀，那该紧盯了。哦，赞，
你豆豆佬，你豆豆佬，啊我豆豆看怎会使袂干落？妈妈啊，你敢袂使甲阮分享者，你哪会遮活泼哈？我无活泼袂使，我为着阮温馨啊，我往落。你歌现在无效果啊？我往落啊，阮无效果，你偷啊上侪水的，管就OK 啊 OK 啊，香菜，这香菜安尼。啊你酒嘞，酒要啃吗？酒一刷，一刷啊，你讲的有酒，哎啦，来啦，有酒啦，快看，快看，安尼就 OK 啦。这大鼎就买啦。煮过哦，啊其实会搞头家啊。哦，对。哦，真正袂歹。他怎么会想那么久？来，时间剩1分钟，看另外一边，酒井走。再一点点。这应该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吧？是不是头一回啊？是头一回。对。香菜撒上面就好了。不够。潇洒一点，热情一点。好，完成了。香菇赤肉羹。有请阿医师带来5星级的香菇赤肉羹。整个做法上呢，你们看，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随时可以提问，好，可以呼应一下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啊？妈妈好，好，随时也在问问题。你也能金融门啊？好。先切香菇，而且没什么意外的话，香菇水要不要用？要用。有用香菇水的举手。有用，你有没有用？没用，好，谢谢。没用。有人想招我，才是故意的。摄影师从头到尾跟着拍，从你蹲下来就开始拍了啦。周末是故意的。这个是叫我给是不是？哦，腰太短了。哇，这样那么快哦！哇，那么快，谁受得了呢？看阿基是真的很豪气，他切东西流畅，有没有？他去盖紧。我就紧的啊。哦，啊，咱即马这块肉吼，肉羹这块肉无必要，这油吼拢爱摕起来。油不要哦。这油无好啦。好，咱这肉摕起来吼，摕起来唔是要叫你单调，摕起来时阵咱就甲老咧吼。肉夹甲夹咧，咱来做肉笋，因为这个口感哦无好食。好，然后切的对，啊切的时阵吼，柳啊吼要逆纹，顺纹的时候拉大薄片，然后再逆纹切粗条没有关系。那你是怕切太细？对了，叫有筋的哦，筋拢要留起来嘿。那个留起来。嘿，你是怕说如果切的不够厚的话，它很容易熟，很容易干掉，对不对？没错。而且肉的在嘴巴里面的感觉，肉的甜度哈，还是掌控不到，不好。啊，你像我这么弄切只粗条对不哈？啊，连米加起来靠有肉味啦。好，那接着下来这个汤滚了哈。高汤滚了。啊，高汤滚了，我先把它，我先给它好滚了。搁一点点的油啊，搁一点点的油。这么这样就我蒜头哈，这个蒜你跟你们一样。啊，我较等来煮这油哦，留下好滚，甲呛起来底。我这个油的蒜头香气好起来，好啊！咱若食肉羹，这个蒜头油直接砍在个菜面面顶。后来鸡卵啦，鸡卵是全蛋哦。全蛋，鸡卵会当用一点嘛粉黏较会调。啊，剩的所在两甲放落去烤两花，哦，伊个鸡内底较内容较水啦。看冷灰。看冷灰是什么？打个蛋花，打个蛋花啊！我要呛它。哦，是用来呛的。对，用来呛的哈。哦，好吃。真棒。肉羹也那么阿基师，你太过分了，阿基师。哇，你的肉羹好瓦哦，好吃哦。滑口 Q 弹、浓稠适中的香菇赤肉羹，究竟要怎么做？你千万别转台哟！是用来呛的。对，用来呛的哈。那么接着下来了，好香。扁鱼。关掉。这个扁鱼哈，我把火关掉，因为油够高温了。够了。半点钱甲创我头吼，创我头啊，才袂臭臭。
真的耶，那臭臭味都出来了，就出来了，真的很厉害。好，那这个完了以后拿掉。咸鱼鸡粒炒饭。那这些油渣就不要了哈。再搁一点嘛油，清气油哈。再来就是用刚刚的动作。真的超爽。香菇水进来。哦，香菇水。高汤。这边盐，那一点点的糖，盐跟糖要等量。哦，记得把加给低温哦，会帮助它咸味吸收。然后酱油一点点，这个导游和这个肉块也较香哦。啊，这嘛都是马杀鸡个嗲嗲的。啊，酒我把它搁在肉里头哈，我不是搁在那个。哦。哦，快3汤匙了。不要紧。不要紧哦。不要紧。那注意哦，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用的哈，咱用的粉拢同款，我跟恁拢同款哦，咱拢用番薯粉，番薯粉规粒的啊，对不？恁绝对爱予伊一点仔时间，予伊遐规粒的粉，因为咱加一点仔水，予伊受潮，伊才用会开啦。啊，无就是一粒一粒，敢若米心无头安尼啊。哦，来，我这边呢，这个整个的糊浆已经出来了啊，我倒一点点蒜头油，让肉有一点蒜头香。所以你即嘛滚过了后，会卖个滚啊吼，卖个滚，你才甲放入来。用这个有滚敢若无滚的温度都会使啊。你的肉较袂伤过死定，肉较袂定啊。即嘛伫内底才咧杀，伊的肉甜会走伫即个汤汁内底。哦。啊，你食起来会更较好食。所以讲会较嫩安嘛。会较嫩啦。Q 安嘛吼。嘿啦嘿啦。后来，吼，安尼就好势啊。咱即嘛开始吼，正式来做这调味的部分吼。片鱼。好酥哦。哦，这样下去煮。对，看粉啊，番薯粉去看的吼，你1汤匙粉，2汤匙半的水就好。啊，那太白粉哦，1汤匙粉爱3汤匙半，因为太白粉本身哦，伊加水真好加啦。哦，我即马先调味。啊，即马规个肉内底吼，伊伫遮浸熟，啊，但是汤水我爱互伊滚起来，垃圾物件高调，才开始来落粉来去芡鸡吼。啊，即马赶快下调味料。好鲜哦！盐巴进来。好鲜哦，好鲜哦！啊，一点点的柴鱼粉进来，这个素蚝油一点点进来。大匙好了。好啦，即马注意看吼，即马这个垃圾泡爱搞清气上吼。香菇水。肉了。过的时候那个也要捞掉。好，比较好，对身体比较好。来，那现在勾了芡以后，太白粉下来，安尼还阁袂使，安尼还阁伤水哦，吼，包括用淡薄仔番薯粉补强，不要紧哈。用这么多啊？番薯粉也要收集一点点，我袂介济啦，我即马落去嘛是一点点嘛对。啊，最起码吼，最起码，互你整碗鸡啦，做小生意，家己伫遐咧看，较有成见啦。好，那现在呢？卡两花，卡两花，这个卵内底甲掺一点仔汤落去，哎，较袂伤过花，伤大花去啦。关火，然后拨一下，每一个蛋就变成云彩了，细细滑滑嫩嫩的，还袂讲细细规地定定安尼。啊，即马上尾你要食的时阵，咱乌醋跟蒜泥酱。在搁旁边自己加，不要整锅下去会毁了它啊！啊，你甲看吼，再把一块一块水水，啊个拢甲恁交代甲讲清楚。哦，这个更哇，吼，清气上吼，啊，因为卡一个两花，咱有加一点仔水伫内底。啊，你若算讲卡手较慢，你安怎煮？你免免烦恼讲伊这个卵会输进去。啊，若无头拄啊规个拼落去，就规地定壳安尼。看起来好丰富哦，感觉哦。好，香菇丝肉羹完成。好，那最末端的香菜末，这个是提味的啊。要吃的时候再叫一个蒜泥酱，自己掺。好，等一下呢要吃的自己加蒜泥酱跟这个乌醋，好不好？来，香菇丝肉羹5星级的感受，上桌品尝。香菇丝肉羹，我们先是阿金师的版本，好不好？好。来，4位嘉宾，一人拿1碗。来，谢谢。来，小奶奶。那个蒜呢，跟那个都已经帮你们加了哦。你们稍微拉一下就好了。好吃哦！哦，好吃。真棒！好好吃
吃肉干怎么那么不阿基师，你太过分了，其实。哇，你的肉羹好瓦哦，好瓦哦，真的好吃哦。刚才属于比较5星级标准版本，好不好？我们现在只要差距跟阿基师的没有差很多就赢了。嘿，啊，肉的口感跟汤的味道，现在因为2位都平手，我们先吃阿金的好了，好不好？好，阿金来。哎，你们的没有看冷亏耶。对啊，那调味料就不加喽，就吃，我们就不要就公平喽。好，大家不要加调味料，就这样吃啊。差很多。来，大家自己来。那个张妈妈，妈一样。你平常有在煮些素斋什么的吗？素斋没味道吗？然后汤的味道太单薄了，有没有？啊，一比较之下就知道了。而且乌醋拿下去煮，香味真的就不见了。对。妈妈，不要停啊，还有一碗。还有一碗黄妈妈的，来。你肉好少哦，我太爱喝汤，一喝汤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你的第一次哦，这是不是你的第一次？对。哇，我加掉你的第一次，我们就兴奋了。不啦，差5滴。阿基师的调味太准确了，所以吃到味道的口感很舒服，然后一直不断会有喜悦，一直想吃啊，有没有？一直想吃。好了，私房菜的时候是1人1票。嘿，指定菜香菇吃肉羹，只要有人得2票，今天漂亮的锅子、好吃的粽子就带回家，准备举牌喽。获胜的是谁？准备，1、2、3，请举牌。恭喜黄文金妈妈获胜！谢谢。赢在什么地方？詹姆士？其实严格说起来，肉的处理的话，云姬妈妈这边处理的比较好，嫩度有，但弹性可能没有。对，我也觉得。可是肉的部分，妈妈这边处理的比较好，可是汤太单薄了。太单薄了，对。那其实一个我们讲说这种吃肉羹，既然它是羹的特色就是它的进到嘴巴里面这个滑口的感觉跟丰富度。那如果丰富度弱下来的话，那其实你严格说你不能讲说是羹，你只能讲是一个勾芡的汤。好，这是总奖评。最主要是黄妈妈这边整个羹汤的味道有到位了。那注意哦，你把肉裹了粉，要拿去下油哈，那个是油泡的专业动作。你油卡这几点嘛，温度不一定要很高。这样啊，你这么混啊，干嘛？你调匀了以后，你可以一条一条拉到油里头去泡，就好像我们在外面看见人家霸丸泡在油里面，那个滑口的感觉就出来。对，那张妈妈今天呢，可惜了，刀工什么很干净利落细腻。可怜的就是整个汤的味道没到位，追的。那其实人的味觉骗不了人，你去搂去都怎样，羹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到位，其实很清楚。所以今天，我想恭喜黄妈妈这个。谢谢。再来妈妈的周天来，恭喜我们黄文馨跟妈妈这一组获得今天胜利，来得到我们的意大利进口炒菜锅。恭喜！还有我们的端午粽恭喜2位。同时啊，这个我们的今天黄文馨获胜，也为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演唱会5月28号，农历5月初5，把它好好的介绍一下。来，端午节。那我即将在那个5月28号端午节那一天呢，晚上8点半，在那个西门町呢，这是个好消息。河岸留言举办我的个人的演唱会。是河岸留言是一个，河岸留言是一个餐厅的处所，是不是？它是一个表演场地，它这个地方就叫做河岸留言。河岸留言。所以如果你没办法去现场的话，也麻烦你到现场留下言，好不好？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现场来。5月5庆端午啊，而且今天刚好呢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奖品，你看看这一切都是好兆头啊！妈妈，你这绕口令念得好，对不对？我知道。你知道。5月28晚上8点半啊，新奇演唱会能够顺利成功啊！祝福黄文馨，也祝福我们的黑裙子，好不好？谢谢，加油！谢谢。谢谢。每天要准时收看好吃好用好看的型男大主厨。祝各位天天都幸福，端午节快乐，拜拜。拜拜。谢谢。恭喜妈妈胜利啊！郭祖义师傅5分钟出好菜，时间紧迫，让他好紧张。油条先颗，猪油下去。为什么用猪油？叉才猪油，因为没有猪油来带动它香味的话它不会香哈。再来呢，我们用蒜末，真的耶，来3分钟。
怎么那么快？那这一次一定会来不及啊！直接讲，已经来不及了。还有阿基师与詹姆士要用胡瓜教你做出5星级的料理哦。黄瓜的海味炖饭，饭，一般的饭，饭要下去先炒，标准的生米煮成熟饭。对。瑶柱六瓜婆挖掉以后，那把整个干贝香好啊，给它填充到这儿，香好哎。所以